哋好，我係麗晶花園業主立案法團嘅秘書李秀萍。咁今日想同各位麗晶花園嘅業主去講一講有關於升降機工程同埋井道工程嘅進展啦。其實我諗好多街坊心裏面都有個好大嘅問號，點解我哋7月13號做完呢個業主大會通過咗事項之後呢，到而家一啲聲氣都冇，又冇開始集資啦，亦都冇開始有進一步嘅一啲更新嘅進度話俾大家聽呢？咁其實呢，我哋由7月開始啦，去到11月咁上下呢，其實我哋開咗好多次嘅會議啦。咁亦都喺我哋同雲建嘅管理經理嘅一個群組裏面呢，其實都多次去追問究竟個進程應該係點樣啦。咁但係其實佢哋一路都冇做開始集資啦，咁亦都冇進行呢個簽約嘅工作嘅。我哋法團其實努力咗好多年，我哋由一開始入上位，我哋就已經明顯咁知道升降機工程係必須要做，而我哋如果唔做嘅話，其實我哋嘅升降機嘅問題會出現得越嚟越頻繁，而且因為裡面嘅零件呢已經好殘舊啦，或者佢哋已經停產啦，其實已經好難揾到適當嘅替換嘅零件，亦都會令到個別嘅升降機呢會有好耐嘅時間呢都係冇辦法運行嘅。就住呢個情況，我哋一路都裹足不前啦。咁於是我哋都問咗我哋嘅常務律師陳志華律師查詢一啲意見。咁其實呢，由於其實呢件事已經通過咗業主大會啦。咁落嚟出席嘅業主咧都知道咗，其實係應該開始集資㗎啦，亦都基本上係已經賦予咗呢個管理公司應該要繼續佢哋展開佢哋之後嘅工作。咁但係佢哋都唔做嘅話咧，咁我哋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咧？咁喺7月到11月呢段時間，我哋法團都一直去想做入好多事情啦，令到呢件事可以推進啦，但係都裹足不前嘅。咁去到11月26號嘅時候呢，好不幸發生咗雲福苑大火嘅事件。咁更加不幸嘅就係原來佢哋嘅顧問公司係同我哋同一間，都係鴻毅呢間公司。咁而當其時亦都好快就已經被捕咗啦。咁而之後11月28號呢，我哋就法團開例會啦。咁其實喺嗰個會議之前呢，雲建呢就住我哋一路都話佢哋唔肯簽約嘅問題呢。咁我哋其實係有要求，佢哋就雲建嗰邊就要求我哋法團呢去出一個書面授權俾佢，去代表我哋麗晶花園去簽約嘅。咁而我哋喺會上面呢，亦都即刻就通過咗，全體嘅管委都支持，要求授權俾翻阿雲建啦，代替我哋麗晶花園去簽呢個工程合約嘅。咁亦都同時間呢，即刻就寫咗一封書面嘅信件，就遞交咗俾住院嘅經理陸經理嘅。咁就好可惜啦，之後佢哋嘅回覆呢，其實就都冇做到呢件事之餘呢，亦都就住因為我哋需要揾一個新嘅顧問公司呢，咁就12月8號嘅時候呢，就出咗登報招標去選新嘅顧問公司。咁其實我哋好快就已經收到16份嘅回標啦。咁12月24號嘅時候，原本雲建係應承咗要做回標分析嘅，但係及後呢又突然間轉態喎。咁佢哋就發咗一封郵件俾我哋3大局長，然之後就話因為雲福苑呢件咁突如其來例外嘅事件發生咗，令到佢哋發覺冇辦法去處理呢一個工程啦。咁佢哋要求政府介入麗晶花園呢一個工程嘅事件。咁而及後呢，應該到今時今日呢，政府部門都係未有回覆俾雲建公司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法團呢，亦都冇坐視不理啦。既然你哋揾咗3大局長，好，我試下揾特首。於是我哋亦都將呢件事嘅來龍去脈啦 send 咗一封信俾特首辦。
咁特首辦嗰邊亦都好快就回覆咗，亦都將呢件事咧轉介咗俾民政事務處去跟進。而其實我哋麗晶花園業主立案法團反而就收到民政事務處積極咁跟進呢件事。不過好可惜嘅就係，其實到而家咧，佢哋都係束手無策。咁而我哋嘅雲健亦都喺度守株待兔，等緊政府去介入先至有所行動嘅時候，我哋法團亦都唔希望坐視不理，所以亦都希望就住利用今次3月1號嘅呢一個業主大會，希望我哋會有運作順暢、安全俾各位業主使用嘅升降機，希望大家業主盡你哋嘅責任，可以親身出席呢一個業主大會，3月1號下晝2點半嘅業主大會。咁我哋呢個業主大會除咗有呢一個議程之外呢，我哋亦都有其他嘅議題啦。咁亦都係因為我哋秉持公平公正，亦都公開嘅宗旨去做呢個法團嘅。咁其中就係有我哋9座嘅會議室嘅重建嘅補選嘅管委同埋主席，喺呢個時候亦都希望各位有志一齊參與法團工作嘅業主，積極咁樣參與報名同自薦啦。咁到時亦都歡迎大家去投票選出你哋相信信任嘅管委嘅。